补铁改冰火敢真正有效？有医师就表示，有的人若个专工去食铁剂来补，颠倒会落肚，身体无爽快。那这种体质的人，就要靠注射来补。另外，若是本身有冰火的问题，就要量早解决。无食若万不一受伤，这空喙恐惊会真恶好。黑暗型、抱心、精神无好，是贫血真接看到的镜头。医师表示，有遗传性的贫血，铁补无够的人，拢爱细腻，尤其是女性，若有月经血量伤济的问题，可能互空喙护管的效果变歹。那它其实血液中它是带有氧气跟养分，到伤口的地方。那如果说我们在贫血缺氧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的伤口需要氧气来愈合的一个机转就会变得比较弱，所以容易造成细菌的感染，那伤口的愈合也会比较差。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统计，15至49岁的台湾女性当中，有19.8%有贫血，也就是讲每5个女性都有一个有这款毛病。专家解说，一般贫血的原因拢是欠铁，若无明显的心血管疾病，补充铁就会当解决问题。不过补铁不是同人用的方法，若有胃肠毛病的人，必须爱改用其他的治疗方式。传统的铁剂的话，有将近一半的人吃了之后会有胃肠的副作用，包括便秘。或者是少数还会拉肚子，那有些会觉得恶心，那想吐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让这个女性没有办法好好的补铁，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打针的，另外，专家嘛讲，要检查家己敢有贫血，上直接的做法就是看手心的色水敢有比别人搁较白。若空喙真恶好，补铁了后，身体要是无爽快，就要赶紧看医生处理。记者麦上营曾正由台北报道。